呢個係一個快嘅示範。好，咁而家咧我就示範一次個 pattern 俾大家睇下咯。除咗用呢個樂器玩音樂之外咧，其實而家都好方便，可以借助個電腦。咁啊，我示範下點樣 program 一套鼓啊。就可以已經做一個自己嘅作品㗎咯。咁啊，睇埋以下嘅示範咧。